本頻道以分享道基師傅獨到嘅見解，傳播傳統正宗卻不為人知嘅玄學知識為宗旨。內容涵蓋四柱八字、紫微斗數、風水易卦、相學等多門術數。道基師傅會以坊間師傅及大眾所忽略嘅角度，包括現實世界中實行性嘅考慮，去審視並重新詮釋古今玄學。無論閣下是否擁有玄學知識，無論閣下正處於人生邊個階段，呢度唔單止能夠讓你識別江湖神棍與小人伎倆，更能夠讓你比別人企得更高，睇得更遠。本文於2013年8月11號刊於道基玄學網站。據說世上冇外貌完全相同、指模完全相同嘅人，甚至冇兩片完全相同嘅樹葉，但相同嘅命盤卻數之不盡。玄學就係人命規律與環境結構嘅探討。六命之術如四柱八字、紫微斗數，則擅長於人命規律嘅研究。大部分人，包括玄學界從業者，認為玄學源自統計與歸納，而且大肆宣揚玄學係極其科學辯證嘅。但係道基從接觸命理開始，便已經懷疑此說法。玄學自古用在皇室，誰人在統計，誰人能統計，誰人願意或者膽敢將自己嘅統計公諸於世。縱使隨後流落民間，一個人一生可以搜集幾多命例？一個人一生可以搜集幾多出生時間相同嘅命例？點樣結集及綜合各人搜集嘅命例？用咩標準去開始分析命例？點樣統計出八字中克、沖、刑、合、化嘅法則？點樣統計出子水要合丑土，卻又要同午火相沖？點樣歸納出斗數中嘅安星法則？點樣歸納出十干四化嘅條件？五術界係相當個人化嘅行業，即使今日我哋擁有發達嘅互聯網，無數命例手到攞嚟，道基亦都唔相信玄學界可以建立出整個統計歸納嘅系統。今人常自詡知識與智慧都遠超古人，我哋又較古人容易得到各種命例，而且客觀嚟講，而家所得嘅命例樣本更多樣性，更有說服性。全球各式人種命例要拈來，都只不過需要喺熒光幕面前簡單地揮舞指掌。但何以不見一本比狄天瑞、窮通寶鑑更出色嘅指導性書籍？飛星派紫微斗數是否更應來一本飛星紫微斗數全書全集？一項統計用上成百上千年亦都冇一致，更何況玄學術數嘅種類繁多。耐人尋味嘅係，各家各派仲總話玄學正喺度不停咁發展，嚴格嚟講係依奇門奇派喺發展，而宗師們為配合發展，久不久又有破天荒革命性嘅理論出場。呢邊啱啱講完按舊章統計歸納，但喺嗰邊又講不斷變化更新。如果真有咁一個統計歸納嘅系統，想必呢個系統一定懂得自我更新增值。唔單止玄學，甚至中醫中藥嘅運用，道基亦無法完全相信係由統計歸納出嚟嘅。雖云神農嘗百草，但若然冇其他任何輔助，即使神農氏用上108條命，亦都唔夠用吧？你相信針灸嘅發明與發展係不停喺人體身上刺針嚟揾出經絡與穴位咩？玄學來自統計與歸納嘅講法之所以泛起，無非係後人解釋唔到玄學嘅源頭，而又要強行附以看似合理嘅解釋，目的無非係要試到玄學科學化，讓自以為理性嘅大眾有誘因去相信玄學並非不可思議罷了。如果你對頻道或者視頻內容有任何意見，歡迎留言話我知。多謝收睇，祝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